很多异乡游子出外打拼，最忘不了的就是客庄妈妈的味道了。而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从今年开始要带您品尝客家私房料理，美味的食谱我们也将放在脸书上和你一块分享。而今天我们要教您料理的美味是客家道地的焖鲫鱼，我们要带您好好看看客家妈妈怎么样把爱融入其中，做出这一道费工的焖鲫鱼料理。客家焖鲫鱼好哦。这道客家焖鲫鱼不停地在出菜，因为这是宜兰这间客家餐馆的招牌菜。鱼肉鲜嫩，连鱼刺都能入口。这道客家妈妈的家常菜，杨玉琪开餐馆，要让大家都能尝得到。我们的客家焖鲫鱼也很棒哦，那要经过8个小时去焖煮，然后要放12个小时，然后当然还有前面的功夫。这道菜是一定要放进菜单的，因为对于杨玉琪来说，这是妈妈的味道，也是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。买到鲫鱼是可遇不可求，就是今天如果去菜市场有看到新鲜的鲫鱼，妈妈可能就会买回来煮。它很小只，可是它的整个肚子是鼓鼓的，所以那个鱼肉跟蛋和在一起吃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就是很香很香的。鲫鱼很营养，但是鱼刺非常的多。杨妈妈为了要让家人吃进肚，所以她也有法宝消灭鱼刺。鱼鳞是不去的，那我们大概就是准备水、跟客家香醋、跟公盐醋，还有酒，然后等比例的状况之下把它浸泡。而光是泡醋这一道工，就得放入冰箱1天1夜之后再油炸。这是第2天拿出来的鱼，然后我们就是2面都沾上，均匀的沾上粉，然后下去做油炸。沾好太白粉再油炸，可以封存鱼的鲜美，也让鱼刺更酥脆。鱼炸了之后还没完了呢，还得要加入白豆酱、豆豉、酱酒跟开水，再用小火炖煮。要用最小的火，要去煮8个小时，要煮8点钟。在师傅的建议下，再用白豆酱当酱汁进行勾芡，而这真的得要花3天，才能让妈妈焖鲫鱼的味道完整呈现。豆浆其实很多客家菜各重要的东西，那各道菜都会用豆浆去煮出来的。那豆浆有妈妈女婿。这样的美味飘香总是能让人坠入时光隧道，因为这一条鲫鱼不但少了鱼刺，免掉噩梦，饱满的鲫鱼是最营养的美味，吃一口总会想起客家妈妈的爱。醋溜的鲫鱼软化鱼刺，添加爱，白豆酱的芡汁熬进客家妈妈味。3天3夜的等待证明了亲情的韧度。当香味氤氲桌边，客家餐馆里品尝感动时刻。